蹲在墙根晒太阳，拉几个老票友听听响。时光在这儿过得有点漫长。这是北方小城沧州孟村县的冬日时光。此时距离下班还有2个点，大小火锅鸡店集结的号角已经吹响。2小时后，吃鸡团伙将陆陆续续在这里汇集，对着铜锅里滋滋冒油的大块鸡肉发起猛攻。大勺抡得飞起的是老板的小舅子杨乐，特殊的身份地位使得他可以无限接近炒鸡的核心机密。老板涛哥此时正藏在一群扒蒜小妹儿中间，为晚上的总攻准备弹药。杨乐则用实际行动提醒他玩火的危险程度。北方人偏爱一种屋外寒风凛冽，屋里小火咕嘟煮肉的精神境界。不知什么时候起，一股吃鸡热潮席卷沧州大地，也没人说得清楚星星之火如何造就了燎原之势。杭州这边有名就是铁柿子，跟那个乌苏之乡美食一块儿沧州的火儿鸡了。如果年纪太小，还是不要轻易尝试为妙。这种级别的麻辣火爆，可能不是想象中的北方味道。化开的牛油略微透露着一丝熟悉的调调。接下来炒香的豆瓣酱，你也许觉得有些微妙。提前剪好的海量辣椒，使得这锅火锅底料看起来有点像是川渝制造，足以让一个北方人拉响警报。火锅鸡的炒料环节颇有川渝火锅的神韵，但具体来说原因不明，老板涛哥也说不太清。沧州火儿鸡这个起源说不清，它这个以前就是经常交流场做，就是交流那个做一种火儿鸡，怎么那是就是全鸡的，不给下来是这个刺的了，一下子白条鸡在浇了做，那个买一点豆瓣酱在浇了炒，放点香叶。涛哥是个讲究人，火锅鸡只选用新鲜的鸡翅和鸡腿，肉多痛快。全鸡在实验几锅后被涛哥紧急叫停，那种在骨缝间剔肉的精致感不符合沧州人自幼习武养成的性格。鸡肉几刀几块自有一套规则，这是涛哥在入味和爽快之间找到的微妙平衡。临出锅前撒的这一勺料粉，咱们先按下不表。这里涵盖了20几味香料和7、8味中药，是沧州火锅鸡拥有醇厚味道的诀窍。这种提前在锅里焖熟的火锅，在有些人看来可能是旁门左道，但几块炭火使得一炉焖鸡升华为火锅鸡。这种持续加热带来的孤独和沸腾，在北方寒冷的冬季带给人的绝不只是来自舌头的慰藉。这一炉火锅端上桌，先不着急下手，这还不是一炉沧州火锅鸡的完全体。涛哥下午储备的弹药此时登场，这个手早就出来，这个味儿香，淋上几滴香油，使辛辣多了几分柔和。本地产的甜醋去油解腻，回味甘甜，是火锅鸡的不二绝配。对于麻酱横行的北方来说，绝对是蘸料界的一股清流。听说吃这火锅鸡要出个酸甜，结果吃了一下，特别喜欢这种口感。而且这个醋相对来说跟其他地方还不一样，我们家那边吃的醋比较酸的，像这个呢，它就比较偏甜醋。先
嗦溜表皮甜辣的汤汁，咬开的鸡肉滑嫩热辣，中药材加持提供的后味层次丰富，一旦开动了就很难停下。北方人对于主食的偏爱，在火锅桌上也落不下。这种鸡蛋葱花烙饼可不是什么龙套角色，刷上一层油酥，烙至两面焦香，好吃程度绝对仅次于妈妈出品。饼算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特色，必点的一个葱花饼，蘸着这个汁儿呢，吃了特别有味儿。蘸上热辣醇厚的汤汁，碳水收场带来的满足感，是北方吃货的一贯立场。前线激战正酣，后厨里涛哥得带着小舅子对自家火锅鸡的走向做进一步探讨。先前下锅的香料药材此时登场。火锅鸡这个味儿也不说是一直不变的，河北这边这个地方比较干燥，我们就给压油的这个香辛料放点这个白丝给白扣，它为的调和这个北方这边这个人这个不让上火。配方要随着季节转换不断调整变化，精准到克，才能在这个火锅红海保持核心竞争力。一座普通的北方小城，一个低调的热辣小锅，一个个普通而美好的小情绪在锅边上演，点滴暖意，让你有勇气明天继续在这个世界冒险。